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初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先来关心风台。气象局伫昨8点半已经发布卡努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目前风台离咱是愈来愈远，风台有可能嘛吸到咱台湾的东北部，上紧下晡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咱来听气象局伫拄则8点40上新的说明。台风警报，目前这个台风呢，它在过去一段时间有略微增强，因此它目前的强度是来到中度台风的上限，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是在48公尺每秒，而它的暴风范围呢，还是维持在280公里。我们预估它在未来将会逐渐的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它目前的位置在台北的东方约550公里的海面上。那随着它逐渐的接近到台湾附近的近海，我们预计在未来24小时暴风范围就有可能涵盖到我们的北台湾这边的近海。因此，目前的海上警戒区域包含了台湾北部海面，还有台湾的东北部海面。提醒在这边海域航行的作业船只一定要严加戒备。台风在今天将会逐渐的移动到琉球的北方海域，而在明天呢会缓慢的接近到台湾的东北方海域。到周五左右呢，它会开始以比较缓慢的速度，并且呢往东北的方向转向。到了周六，随着台风逐渐的往东北方向移动，才会比较远离我们。也因此，从今天到周五这段期间是台风距离我们最靠近的时候。提醒在海面方面的浪会逐渐的增大，沿海也有比较明显的强风。至于在台湾附近，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出现。随着台风的接近，今天在北台湾这边的雨势会越来越明显，中南部这一带也会有一些间歇的降雨，以山区的雨势上面会比较大一些。但是东半部位于背风侧，所以说整体的降雨并不明显，甚至还会有一些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而至于到了明天，台风更为的接近，台湾附近的水汽也比较明显的增多。那在北台湾这一带可以看到，整体的雨势是明显加剧的，尤其是在北海岸的这边，距离台风的暴风圈是比较接近，那整体的雨势会更加的明显。至于在中南部的这一带，白天大致上还是跟前一天比较类似，可是到了晚上开始，随着西南风的增强，整体的降雨也会比较明显的增多，并且持续一直到周五，随着台风逐渐的远离，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所以中南部这一带的雨势呢，还是继续比较明显的，而北台湾呢，到了周五则有逐渐的降雨趋缓的趋势。至于在外岛部分，头拄听到的是气象局上新的说明，即马康诺风台离咱台湾已经愈来愈近。气象局伫拄则嘛有讲，伫今仔日到拜五是风台上挖近咱台湾的时阵，风台嘛有可能会吸到咱台湾的东北部，所以气象局嘛无排除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大台北透早雨就规趟倒，且今日国道能见度无好，因为风台外围云系渐渐挖近，规工南面好天南面落雨。卡努风台目前持续发展，以每点钟14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方向行，因为有季风环流，还有高压影响，路线变化侪，上新的路线更较挖近台湾。气象局伫拜二暗时就会对卡努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上紧有可能拜三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如果说台风的预报路径再偏西一点，那台风的暴风半径如果有扩大的现象的话，其实是有可能接触到我们的陆地的。但是就是说这个部分可能不确定性比较大，那确切的时间点我们可能还要再观察。拜三开始，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基隆、北海岸甲北部地区逐渐顺雨。拜四甲拜五，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相方面的东南部有可能有火烧风。第6号风台卡努当地发展，今年第5号风台露苏瑞虽然伫7月28登陆中国，已经减弱热带性低气压，不过水汽也是为沿海甲内陆带来强降雨。北京国较是拄到今年以来上大暴雨。外国媒体讲，中国水利部对北京甲天津发布暴雨甲造大水的警报，强降雨造成一个所在严重积水，民众无法度出入。消防人员用船甲民众一个一个接出灾区。当地民众翕影片看出来，暴雨造成真侪路段桥崩去，也有车辆浸水，甚至叫冲走去。中国官方统计，到拜二早起，北京暴雨已经造成11个人死亡，也有20多人失踪。杜苏芮带来真侪所在灾情，所来卡努风台要过来。东部沿海即天当日做风帆，嘛检查海上船只的风帆工作，要求应事人员全部撤离滨海地区。记者综合报道。那屏东东港的东龙里，昨透早4点就咧淹水，连东龙宫的庙埕嘛互淹去，上深的水有到骹肚，
当地民众就讲，已经10多年唔捌饮水啊，怀疑是水门关无好势。严格抽水站的警员有出因驳回讲，唔是，是水溢过水门。东港东龙宫头前的广场原本是停车场的地面，全拢是水。也未过呢。民众发现水愈淹愈悬，出门查看，水高人行外也一直问出水来。哦，迄海水，拢为迄人孔盖冒出来了。初一透早无风无雨，也毋过拄着巴路，东港东中里海水倒灌，水捌淹上悬达到骹肚。在地民众表示，8号洪灾了后，已经有10多年无出现淹水的情况，怀疑水东门无关。啊呢，最好，还有今天个我这里到家了。哎，再干贴大呀。啊，无真正讲。较早迄嘛，我毋捌讲起人个整好落雨，太知道迄个。落雨啦，若落雨，伊内底就会啦。人啊，疏忽的，伊个水门无共开，啊水门无开，人开，啊即摆水入来，袂记关，啊水无抽出去，大旱啊，无大旱呢。无落雨，煞出现淹水情况，居民将目标指向水东门。抽水站警员澄清：，迄个有个大溪哦，伊个伤过悬开哦，会满伊个电管迄个进去哩，迄个伤悬就安尼啊，阮拢有关啦。因为当地地势较低，多数的徛家拢已经贴悬，有缘有部分的民众水淹入去厝内，只好等活9点，水渐渐退去，赶紧清理。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天气，中度风台卡诺的暴风圈，即马是已经吸到琉球群岛。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仔日气象局嘛有针对北部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咱同齐来看分图。卡诺风台即马行的路线目前是往西，气象局是有计讲，若是发布陆上风台警报，范围就会包括湘北、基隆、宜兰。啊，若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仔日苗栗以北会落局部大水雨。气象局嘛针对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也有较宽的所在，拢爱设置9级至10级的强阵风。目前伫北部也有东部沿海，拢已经出现2米悬的海涌，乡亲是唔通去挖近海墘啊！啊，若拜4到拜5是风台上挖近咱台湾的时阵，这段时间民众拢爱设置。来关心经济疾管署的统计，顶礼拜天9日的病例是新增加215个本土病例，同日嘛有加2例。咱国内累积即马已经有845例。疾管署是提醒讲，风台过后天9日的风险会增加，所以这礼拜有可能就会超过1000例。国军化学兵专心武装开始喷油啊！今日杜苏芮风台过境了后，台南天9日日区严重积水，被每晚啊生炭。不管是民众厝内还是室内每一个所在，拢详细消毒。因为国内天9日的疫情升温，根据疾管署的统计，顶礼拜新增加215例本土病例，同前的患者嘛佫增加2例。到7月31日为止，国内已经累计845例天9日的本土病例，60岁以上的个案占43%。我们今天公布了新增2名的登革热并发重症的个案，那一位是住在台南的60几岁男性，那另外是在云林县70几岁的女性。那这2例本身都有一些潜在的疾病，那这2例他们的发病时间大概都是在7月中旬到下旬。疾管署表示，目前天9日本土疫情前3名是以台南市691例上济，过来是云林县115例，高雄市32例。其中伫云林的部分，未少确诊个案是农民。县政府是讲，若做发现确诊个案，农园爱接受化学防治，也是封园1个月，所以提出每公顷补助6万块。那只要我们进行化学防治的部分呢，为了食安的问题，所以我们有进行田区的补助。这部分我们是直接向中央来申请的，预估是1公顷6万块。那我们希望说，为了全民的食安，那这1个月呢进行封园。疾管署嘛提醒，风台过了后1礼拜天9日的风险升悬，尤其埃及灰蠓啊，大部分会伫嘉义以南，所以这个区域风险较悬。不过全台湾拢有白线灰蠓啊，嘛袂使无注意。预定这礼拜天9日的病例恐惊1000多例。另外，国内新冠疫情缓和，疾管署宣布8月15开始，新冠体检阳性轻症无症头民众自主健康管理天数由10天调整为5天，嘛取消支持性放假。记者综合报道。体大，再来同齐来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
台积电进前有坦白讲，美国亚利桑那州红红城起工厂有受到挑战，因为会晓装机器、斗机器的人才是无够的，所以新纳米的制定量产的期间，即卖会对2024年的年底延长到2025年，这是引起外界关心。也毋过，即卖亚利桑那建筑业工会不管这款讲法，讲因当地劳工有替 Intel 起过工厂。经验真丰富，能力嘛无问题。台积电是咧找借口，想要引进薪水较低的外国劳工。来关心联合报，日本的观光卡片四国卡最近是传出互诈骗集团利用来洗钱。银行业者是表示，这张卡会当坐车做交通票，嘛会当入卡去买物件，互诈骗集团摕来伫海外洗钱。咱台湾已经有几若千人，甚至10万人受害啊！来关心自由时报，负责防卫首都甲北部的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传出有国安危机，风声讲有现役的，也佫有退伍的军官涉嫌泄露重大的国防秘密予中国。高检署有约谈涉涉的中校，也佫有另外一个中人到案去说明，即嘛是依照刑法外犯罪嫌，已经甲这2个人收押。镜头来宜兰有某一间补习班伫进前是爆出讲，负责人有饲学生囡仔食3级管制药品利他灵。经过检方的调查，负责人有认罪，也毋过嘛考虑讲伊是好意，想要增加学生囡仔的学习效果，所以造成的危害嘛，毋是讲介重大，所以昨昏已经甲伊原起诉处分，也毋过伊爱纳互国库20万。教室内底有学生囡仔照常伫营业，颠倒是外口的公告区，所有广告拢摕落来，对外因无加讲。因为宜兰某一个补习班姓金的负责人，互人指控随便饲同学服用3级的管制药品利他灵，进前叫人调查，检方测伊侦查终结，以原起诉处分。这次提供药物给学童使用，主要是要增进学童的学习效能，所以主观上并没有恶意。本件给予缓起诉处分，以利自新。无医生的资格，互使学生囡仔食利他灵，已经涉犯医师法，乱用管制药嘛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不过检方考虑到负责人较早是因为家己的囡仔学业有问题，服用利他灵了后有明显的改善。这届是因为好意，互学生囡仔食药啊，希望会当提升，互伊学习更较专心，并无恶意，造成的危害并不是真重大。伊对规件代志嘛拢坦白承认，为药品的外观来看，甲定定看的毒品无同，所以也无法度判断是管制药啊，互伊原起诉。如果是真的，就要真的是要严办；如果不是真的哈，有什么隐情啊，什么是有误会人家，还人家一个公道啊。打电话予补习班，因无愿意做回应，毋过予学生囡仔乱食药啊。宜兰县教育处伫代志发生了后，就下令补习班爱停招。伫6月底召开会议，认定姓金的负责人违反绩效法，有无责任的情形。县政府这边就等教育部他复审完成了，是否提报这一个不适任人员，他会函知给我们，然后县政府呢这边在做这一个后续的行政处分。进前已经提报予教育部，只要复审阁通过，负责人就会予人登录伫个全国无责任的人员系统，所开的补习班原来会予人撤销立案许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明年要举办总统大选，共和党内提名是真竞争。其中候选人之一的佛州的州长德桑提斯，伊讲伊要捍卫台湾，伊讲若是互伊选调，伊会用军事实力来阻挡中国拍台湾。也那另外一个候选人前总统川普，伊无受官司的影响，伊的民调同款是赢过党内其他的候选人。2024年11月，美国要举行总统大选。并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拜接受美国福斯新闻专访，伊讲，若当选总统，目标要吓惊阻止中国入侵台湾，要中国评估代价，避免对台动武，方法包括展现美国军事硬实力，和使用经济手段影响中国。What actually happened over these past 25 years? China has become more authoritarian, more powerful, and more ambitious. We will reshore, we will diversify, and we will expand our economy. 因为安全甲贸易问题，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几多年，
最近美国几若摆派高阶官员和中国接触，想要修复两国的经贸关系。行鹰派路线的德松提出，无认同拜登政府处理台海问题的做法。伊讲中国是美国伫地缘政治的头号威胁。We've developed a dangerous dependence on Chinese supply chains, and our companies have been exposed to a hostile security apparatus. 共和党另外一个拼提名的前总统川普，伫几若日前的晚宴中攻击德松提出。虽然共和党有几若个候选人咧发言的时阵，毋是攻击川普官司自身，就是批评伊背离民主价值，率拢有川普的支持者科西亚抗议。昨纽约时报公布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度毋但持续领先其他候选人，嘛比德松提出较悬37个百分点，一点仔都无拍起角。公视新闻杨岩编译。继续关心，有一个18岁保加利亚的女性去互伊的男朋友暴力对待，伊的规身躯互刮400多刀，连片仔嘛互讲甲断去。也毋过法院选认为讲伊是轻伤，所以允准伊的男朋友交保，这是引起当地民众的怨叹甲不满。真侪人、上千人民众行上街头抗议。真侪人办一伫保加利亚首都亚索菲亚法院外口也唔通互一个女性受害标语，相关互前查甫朋友残忍施暴，全身挂400多刀的18岁女性。这住伫保加利亚中部斯塔拉萨格拉的18岁女性，1个月前互26岁前查甫朋友尼可拉耶夫用刀残忍施暴，全身是骹手胸坎有400多个空碎，片被拍断，头毛阁剃了了。不过法院却认为，这女性伤势真轻，批准尼可拉耶夫交保。经过媒体报道了后，引起真大民愤。法院挡袂牢舆论批评压力，才决定重新羁押。这案件互5000多人行起街路，真侪都市串联，也象征这巴尔干半岛国家对女性受暴议题已经开始觉醒。От това, че си отгледахме едно поколение, което е абсолютно мутренско, без никакво възпитание, без никакви задръжки. Това, което ме доведе тук е безсилие и гняв. Искам промяна. 今年1到3月，保加利亚已经18个女性疑似死伫所熟悉的男性手头。保加利亚统计局也指出，至少1/3的女性捌受来自爸母的身体甲情绪暴力，每5名女性当中就有1个人捌受男性伴侣的施暴。保加利亚2007年加入欧盟，欧盟执委会2012年5月伫土耳其通过欧洲第一个专门打击对女性暴力甲家庭暴力的条约，也被叫做伊斯坦堡公约。不过保加利亚甲部分欧洲国家甲即马依然不愿意加入。欧盟今年6月已经批准这公约，也互还未签字的成员国产生爱加入的压力。公视新闻应援庆评价。那社会国家年日军政变引起铀供应有记录，欧盟即马是表示，欧洲核燃料供应无随，即马是也无风险。也毋过因为年日万份法国的情绪一直在拖，当地局势嘛无稳定，所以伫当地法国、西班牙甲意大利的民众拢已经赶紧咧撤离。欧盟伫出一讲，那是全世界第7大油的生产国家尼日，减少对欧盟油的供应，欧洲核电生产袂有立即的风险。I can confirm that there is no supply risk as such when it comes to the EU. EU utilities have sufficient inventories of natural uranium to mitigate any short-term supply risks, and for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there are enough deposits on the world market to cover the EU needs. 油这种元素对核能发电正重要。欧洲核能机构原子联营组织讲，2022年尼日供应2975吨的天然油，占欧盟供应量的25.4%，只敢若排一个哈萨克加加拿大后壁。欧盟去年库存35710吨，年平均消耗量是12500吨。未来3年内将会采取多元化，包括自加拿大、澳洲加纳米比亚目前无伫咧生产的据点加新的矿层进口。尼日的政变领袖查尼30日宣布全面禁止油加黄金出口到法国，不是尼日是民国的法国，15%的油的需求量拢是来自尼日。占欧盟总量的1/5。法国的欧安诺公司过去40年来拢当尼日油的开采。伫政变了后，欧安诺发声明讲，业务继续对局势监控，
维护员工的安全是首要目标。另外，尼日政变了发生反法国示威，法国宣布撤侨，意大利、西班牙也准备接遭本国甲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之前有宣布要提供咱台湾美金3.45亿的军事援助。美国国防部伫记者会顶悬，互记者问到内容有包括啥？美国的国防部即马是表示，因为各路行动安全，也有外交局势敏感性，无法度对外讲具体细节。来关心冰岛对8月份昨昏8月初开始暂停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运作，这是俄战争了后头一个采取这款行动的国家。冰岛是表示讲，关馆的理由是因为双方即摆关系已经冷冰冰。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是冰岛在破坏双边的关系，冰岛无要甲俄罗斯徛共边，俄罗斯会做出回应。来关心伊朗即摆的温度是日头在称悬，首都德黑兰高温已经有38度，那西南部的阿瓦市搁较寒，高温有50度，甚至有7到53度的极端高温。伊朗的政府即马是决定讲，因为真正伤过热，所以今仔日和明仔载8月初2、8月初32天，全国拢休假。政府部门无办公，银行、学校拢关门，避免大家会中山。镜头搁等来关心政治选举的消息。这是副总统赖清德昨昏参加新册发表会，伊伫会场特别搁批评中国对咱台湾做出无合理的打压。另外，郭文德进前因为有办演唱会，过台面有送花甲祝福，加上两个人互动是真密切。也有即马中华关的议长谢展霖已经退出国民党，敢代表郭文德甲郭台铭有合作的空间。郭文德是敢若表示，这个时阵头壳爱保持冷静。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德受邀请，以我的人生观做题，向高雄保教业演讲。惊郭文德身份伤过敏感，主办单位无全程公开。不过郭文德爱面对更加敏感的问题，爱冷静处理。冷静就好，看淡，维持冷静的头脑。日前郭文德办演唱会，红海创办人郭台铭送花篮，顶面写一群人行较远。退出国民党的中华关议长谢展霖，下面两人互动密切，还讲是对相度。结果合作敢有留后壁路？大老板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轻易放弃的，除非只有 cost effective 不合的时候，他才会放弃。cost effective 合的时候，都很积极在做。未来赖总统来为我们分享副总统赖清德和立法院长游锡堃等人出席林一鸣医生新册发表。历史的时特别引用新册内容表示，目前台海情势紧张的问题，不是台湾，是对方中国。几十年来，中国对台湾无合理的打压，不是因为民进党执政。就是古宁头战役、823炮战，中国要摕台湾已经是几十年啊，不是民进党执政，嘛不是蔡英文总统做总统，嘛不是赖清德要竞选总统才开始。赖清德嘛讲，在野党想要引导民进党尊重国家人民的意见，不过民进党落台了，爱思考是倒一个政党团队来执政。赖清德要诉求民众认同。记者综合报道。也那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即马是当地日本访问，伊有去拜会日本的自民党，嘛有甲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见面，而且侯友宜嘛有伫日本参侨胞同齐食饭，有上百个侨胞到现场支持。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初伫自民党总部出现，率来伫副总统办公室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进行关门会议。暗过伫公开行程，侯友宜还佫见到另外一个重要人物。亲手甲英国徽仔送予自民党政调会长德生田光一，佫强调任内是为日本来，要扭紧双边关系。德生田光一是讲，台日双方关系正密友好，会持续提升台日关系。引き続き経済や民間交流を中心とする幅広い分野において日台間の協力と交流がさらに深まっていくよう日台関係を後押しし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这一次我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来到自民党，最主要是希望台海能够安定，台湾安全，
这种安心，我们都能够让台日关系更加的紧密在一起。侯友宜是头一个国民党总统参选人踏入伫政经中心的自民党总部。顶一届郭文铁的会见麻生太郎是伫众议院，见完日本政要侯友宜赶去交宴，现场有上百支持者到现场听伊大声话当选。他是师生谨记，有领为不让，决志果断的精神。我要呼吁大家，明年1月13号。勇于回国投票。记者综合报道。那家人上丰营区伫顶个月发生爆炸，造成9位阿兵哥轻重伤。有7个轻伤的阿兵哥，即马昨昏已经出院啊。国防部是表示，这个弹药库的采地者，迄是因为有小钱的需求，而且是有经过安排的。也毋过为着附近的民众设想，即马已经要甲较瓦人家厝的库房改放无危险性的军用品。家人市长谢国良是感谢国防部的体谅。陆军团家人弹药分库上丰营区顶个月2时发生爆破爆炸，造成2重伤、7轻伤，引起外界烦恼，徛家安全议论，地方民代呼吁军方赶紧搬走弹药库。对国家比较安全的话，是有它的必要性的话，是还好。希望能移走啊，移走最好了嘛，因为周围都是住宅人嘛。应该就是一个做法，让这里的民众安心一点吧。可是这些东西不是就是我们国家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所必须要的用品啊。对上丰营区弹药库遗址议题，当地居民看法不同。根据了解，2名重伤士兵目前性命现象稳定，未来康脆，有望爱做清创甲适配手术断结。那其他7名轻伤官兵，在伊办理出院后，续透过门诊追踪身心状况。另外，意外发生迄当时有2位士官长运用固定备的指挥大甲部队急救箱的指挥大替伤兵急救。陆军互因正面的训练，未来国军弹药库的选址会依照作战需求，经过精心全面检讨来设定。为了降低周边百姓的影响我们将邻近民宅的库房改囤轻兵器、弹药等不具危险性的军品后续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持续与市政府跟居民沟通。因为这个弹药库过去以来，民间其实就已经有很多的声音，那我们不希望影响到国防整体的运作。不过，如果有一些更适当的安排的话，我想我们市府绝对是乐观其成。既然市长谢国良对国防部的决定乐观其成，不过也呼吁国防部伫选址的时，尽量选择管理民家厝的空旷所在，才会当伫国防安全甲民意考量之下，处置完美平衡。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伫新北市南口的 PC 放仓库，早暗7点半左右火烧厝，消防人员是算算估计讲，大约有1860平的仓库焚烧了。加载是无人伤亡。PC 放即马是对外表示，主要仓库这所在拢是放卫生纸较济，所以呢不过消费者的订单未受火灾影响。消防人员伫早暗7点半接到报案，赶紧到现场，不过火已经弹开啊！消防局即将出动229个消防人员去拍火，伫暗头8点半左右已经把火控制掉了。计共有2间仓库烧了。PC 放是表示，这仓库内底主要拢是放卫生纸，工作人员已经下班，所以损失的金额也阁爱等待确诊。不过因有投保火险，所以消费者的订单未受影响。来关心财政部推出新青年安心生计房贷，昨昏已经开始开放申请，利息增加，敢若1.775%，金额1000万，款限期上长有5年，而且会使贷款40年。也毋过有中人即马是提醒少年家，毋通敢若看讲这利息遮尔啊低，爱想讲这款限期结束了后，因敢无法度负担，这嘛真要紧。高厝价高利率时代，未少人要买厝，感觉真辛苦。即马财政部提出新青年安心生计房贷专项，自2023年8月7日上路，提悬贷款额度，增加利息补贴，延长贷款年限，加宽限期，是方向，减轻买厝的人的负担。自己要缴这么多年的房贷，其实压力还是会有的。问题根源应该还是房价太高，而不是就是用有点像这样子的方式去先鼓励大家买房，但最后才发现后续的问题。
即摆成千年安心成家房贷，专案只要满18岁，而且照钱的人配偶无成年子女，下骹无自有主体，经过承办银行查证作为自用主体使用，就应受理。利率由目前的2.025%各减1%，1.775%。应贷款的额度为800万提悬到1000万，宽限期延长到5年，贷款期限上悬延到40年。另外，内政部每年推出的主体补贴政策，开放自雇主体甲修缮主体利息补贴也开始，民众应甲青年安心成家房贷斗阵来配合。利率的部分的话，可能会比青安贷稍微高一些，因为毕竟青安贷的话，它是政府补助一码，然后再要求各个承办的公股银行再补助半码。贷款人他在前期的时候，他会觉得每月要缴付的贷款是相对比较轻松的，但是一旦宽限期结束之后呢，复利滚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利息呢，会大幅的拉高，以至于呢，你宽限期一结束，你就要面临一个比较高额的这个贷款负担。房仲有估，因为新版青年安心成家房贷所提供的利率低，可能欠不少符合的资格，而且有资金需求民众来申办。不过也提醒这方案无适用转贷户，已经使用青安房贷固贷户也无适用。提醒买厝的人签约之前要补清楚是不是适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新北市，新北市即卖有一个新的规定，是按算讲对后个月9月1日开始，伫徛街区业红仔业物件的店头，暗时10点到过顿工早起8点，袂使做生意。不过，这是引起业者的不满，讲暗时半暝是因生意上好的时阵，为什么袂使做生意？因讲安尼，因会损失差不多3-4成的生意，嘛讲政策公布了后1个月就要开始实施，完全拢无配套，因无法度接受。新北市政府是表示，刷落来会办2场说明会，业者参详。业红仔期待啥物拢有，都连洗衫球也营业。不过后摆暗时想要业红仔，可能要先确认这间店是毋是有开，因为新北市按算为9月1日开始，主地区的业红仔店为暗时10点到隔工8点免营业，按若无会罚6000块以上3万块以下。9月7日到12月31是辅导期，未马上罚钱。这个我支持，人比较复杂，会发生事情的也会比较多。我觉得它还有很多需要调整的空间，而不应该是完全的阻断这个产业的运作。也就是讲，对业红仔企业者的宵禁，有人认同烦恼店头扰民，不过也拢感觉关伤过济。有业者佫批评，店面黄金热门时段未当营业，业者至少损失3-4成。虽然市府表示应提报申请资料，经过经法局许可了后，就应开店。不过目前无看到细项说明或者是配套措施。我们夜市的怎么办？夜市他又说可以，那一般的不可以。那我问你，税金你要不要减半？没有嘛？你税金是全台湾收最贵的呢。房租房东会不会减半？也不会嘛。那你是不是要有补助的配套？我们也已经准备在8月4号跟8月18号办理2场次的说明会，来协助业者了解怎么样填报。那我们也会提供填报的重点还有范本，让业者可以方便的去做填写。新北市列管当中的自助选务贩卖机台差不多有1700多间。新北市经法局要伫8月7日甲8月18日办2摆说明会，向业者沟通说明。有业红仔企业者负调无排除要伫说明会现场向市府来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新竹。新竹科学园区自本就引进电动巴士，是咱台湾头一个使用电动巴士的科学园区。伫今年的8月份，就是这个月开始，又搁再引进2台，引进目前上新型的大型电动巴士。这未来要伫新竹科学园区，也个新竹的高铁站，也个竹南园区之间提供接送的服务。科技的外观加上车内精密的电子设备，这台就是准备提供予来回新竹科学园区参高铁站以及竹南园区的电动巴士。透过电子后视镜，我们可以看到更广的这个区域。第二个，在下雨天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后视镜的位置是用摄像头，所以也可以提供这个驾驶这个比较避免比较没有受天气的影响。驶在大路顶唔但安静，而且上重要的是未造成空气污染。包括有路线偏移的警示系统，
前方追撞系统、环境系统、内轮差警示系统等等的。我想，我们就是除了响应净零方案以外，也提供园区同仁更好的乘车的空间。园区管理局指出，园区巡回巴士虽然在疫情时期载客量有下降，疫情转好了后，载客量愈来愈多。园区管理局相信，真紧就会恢复到疫情进前一年70万人次的载客量。新型电动巴士未来会提供大家更加舒适的空间。电动车的越来越蓬勃，这一块产业链上相对的产业呢会越来越多。那么我们也很感谢政府愿意在这个题目上面呢先做示范。管理局鼓励大家加来坐电动公车，除了会当改善园区塞车的问题，会当降低空气污染，以减利故。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咱台湾民谣经典的作品《望春风》，甲当已经有90档的历史。最近台湾历史博物馆就以《望春风》做主题举办特展，甲无同时期、无同版本的《望春风》拢呈现出来，互大家听，要互民众了解这首经典歌谣的演变甲历史。因老歌手纯纯文下甲记录下的相片，结合现代 AI 技术，彰显一代歌王歌后演奏望春风过去唱歌迷人的形影，互人听甲耳仔啪啪真少年。台湾经典民谣《望春风》对1933年传唱到今90档，随着时代演变，有真侪人改编甲演唱过。这届台湾历史博物馆以望春风做主题，要互民众会使听到台湾历史老名的这首歌。强烈的印象是，每次从美国要搭飞机回来的时候，一上某家航空公司，就听到那个伴奏的音乐。原本只是一条足旧的歌，也毋过会使有足侪无共款的风格，足特别的。由音乐人陈武贤甲李林秋创作的《望春风》，歌词写着男女感情甲世间的愿望。家家户户拢听过，嘛晓唱，所以红何测是地下国歌。展览中除了展示当年创作的手稿，甚至收集80张《望春风》录音的版本，和检测互动装置。官方表示，这首歌代表着近代台湾结合文化史。利用一首歌的不同的时期的变化，来看一首歌在不同时期，它配合它的流行音乐的改变，还有时代需求的改变，究竟有哪些变化？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一首歌去看到台湾社会的一个变化。这个展览到11月12日，民众会使用听甲感受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变化，甲观察无共翻唱版本的意境变化。官方讲，望这首优雅的经典民谣，会使世世代代流传落去。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台基本看榜来看，国立台湾博物馆对昨开始，因有8张做花美小吹自然的上好的台基夏令营。后来参加的国校的学生囡仔去观察生物，会当入捌咱台湾生物的多元性。野地草包，野地草包，这什么代志？野地草包做杯，跟我做啥？野地草包杯。囡仔抢要回答，这是国立台湾博物馆的做花美小吹自然的上好的台基夏令营。老师讲，这摆主题是了解生物的多元性，希望囡仔用台语来认捌这寡生物，也希望让囡仔知影台湾的生物是偌珍贵。透过20张的迄个生物的图卡，佮包括讲，互囡仔去了解讲生物的伊的特性。吼，佮有伊咱头拄有看到迄个生存的环境，也佮有伊的迄个生物的行为，安尼规个拢是用100%的迄个台语来教学，希望讲囡仔会当上课以后会当来保护遮的生物，为伊的生活内底做起。学生对即摆学习的内容也感觉真深刻，甚至用学到的词，毋干那做句尔尔，有的佫会晓讲一段故事。你上喜欢倒一个动物？哪里的草包顶悬乌一个空入去大着。我有看过一寡影片啊，以后伊就是哪里的空去互怪手甲破坏去，结果哪里就去乌掉啊。囡仔倒一个部分你感觉上趣味？咱足趣味的。
迄段时期各地拢有营队用母语来认捌台湾的生物，对囡仔来讲，若算若学，增加台语的能力，也通更较熟悉这片土地。记者柯家山、谢桂林台北报道。那伫中华嘛有，这是中华关怀文教基金会伫台语文园区举办用台语教人后加几仔的课程，来参加的民众拢讲真心实。一粒一粒的鸡龟仔，经过老师的说明，已经开始有土仔形体走出来了。但是学员拿灌风拿行鸡龟仔会破去，足好爽的，但是惊气球会破去，足紧张的，等一下破去嘣。上困难的所在就是伫迄个土仔的迄个喙齿尔，剩下就是干那你家灌风了，伊直甲拍干。佮灌风了，佮拍干，其实是大粒球佮小粒球的组合尔。这是中华关怀文教基金会伫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的台语后加几仔课程，予囡仔学后动物造型的加几仔，佮听台语、讲台语的机会。家长佮囡仔做伙来后加几仔，伫这中间大家足快乐、足欢喜。一方面会当讲家己的话。因为我囡仔是较特殊的囡仔，所以我想讲。伊甲人加接触然后会使，佮伊佮介意粒气球，所以我想讲，拄好会下伊安尼，所以才来选加几仔。关怀文教基金会表示，因有规划真济无同的活动，拢是希望大众伫生活中会当有加讲台语的机会。亲像这边的加几仔课程反应得真好，囡仔伫课程当中欢喜耍加几仔，快乐讲台语。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科技的进步嘛，互医疗愈来愈进步。这是英国理工大学团队有研发出更较幼只有2毫米的导管，配合机器手骨，就会当用伫身躯顶较幼弱的部分，亲像会当做气管、肺部、头壳内肿瘤的手术。两支机器手顶悬嵌真强的吸管，引导又搁长的软管伸入去病人的右气管内，再搁用镭射治疗方法去除必要的组织。英国利兹大学的团队伫意大利的实验室，当地试验非侵入式手术，切除人体内搁较深的肿瘤。We were able to develop those small 2 millimeter diameter catheters that can navigate inside the human body, very, very deep. 一般的手术真了工，病人搁爱用较久的时间才会当康复，也搁有感染的风险。以瓦尔达斯特里教授带头的团队，专门研究医疗用的机器人。伊讲目前当地试验的机器手适合所有的患者，比其他手术方法搁较会当精准侵入人体细部37%。这项研究已经发表伫《自然通信》期刊内。除了右气管、肺部、头壳内的肿瘤，对外科医师来讲，拢是高难度的手术，因为头壳内的骨构造真复杂。瓦尔达斯特里教授讲，软管若愈幼，这项手术就愈好完成。团队即马当地研究的机器手，会当伫无破坏正常神经血管构造的前提下，把肿瘤切除。The smaller the diameter, the deeper we can reach inside the body. And so there is, for example, I was mentioning bronchoscopy and reaching to peripheral areas of the lungs. This is impossible at the moment because the devices used for this application are flexible bronchoscope that are basically 4.5 millimeter in diameter, and so they are confined to reach only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bronchial tree. 瓦尔达斯特里教授也讲，今年已经计划甲美国范德比大学合作，将机器手的概念运用伫5个自愿接受试验的人身上。利兹大学研究人员嘛当伫申请肺部手术治疗的动物实验。公视新闻沈乐培编译。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